2档举行一摆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伫4月9号到4月12号伫台中举行。台南市政府特别伫31号下晡，伫樱花市政中心的2楼广场来举办代表队的授旗仪式，由台南市长惠特甲市旗交付予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同时勉励所有的选手伫这届赛会中会当搁创下好的成绩。我们也会持续的调整，持续的检讨，对于我们选手的训练以及他们的这个荣誉所带来的实质上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在这个方面持续来更新、再加强。那今年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总奖牌数，尤其是我们的金牌数，都还能够向上攀升。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定会更加感谢，也谢谢各位长期以来对台南市许多好朋友产生了激励的作用。那在生活上，还有包括照顾上，包括训练上，我们也请教育局在规划跟我们身障委员会在规划怎么样子能够再次提升。活动现场有真侪议员嘛，拢做伙到现场替代表队的选手加油。教育局肯定所有的选手长时间保持训练，鼓励选手因会当摕出信心，为家己嘛为台南争光。伫109年度调升得奖的奖金了后，希望会当互选手因更积极来争取好的成绩。提出咱上好的成绩，来由咱的市长对咱的体育这方面都非常的照顾。你看伊即摆的奖金啦，包括福利啥，一直咧提高。所以讲咱就尽咱的力量，来上好争取上好的成绩。理事长伫遮嘛会替大家争取更较侪、更较好的福利，好唔好？好。感谢咱主要，我大家感谢咱的市长对咱体育的重视。伫109年度得到74面的金牌、60面的银牌、29面的铜牌，成为大会的第3名。市长希望今年的赛会中会当挑战自我，搁一摆创下更好的成绩。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